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理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各位兄弟平安，礼拜就要开始，有2点要来请大家配合。第1点就是爱请大家尽量对头前来坐，过来就是爱会记把咱的手机关伫震动，是飞行模式。多谢大家配合。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兄弟姊妹，大家早早！哇，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咱正两位兄弟姊妹来到伫上帝的圣殿这也是一个足水的画面这嘛是咧代表着咱就是有健康，咱的心内面阁有平安，所以咱会当行来到圣殿，才来敬拜伊。所以上帝的听有大大充满伫咱的内面嘛，阿门嘛，阿门。所以咱这个是咱的心，的确是充满着感谢。因为每一日，咱还阁会当看见的时阵，会当阁有活气的时阵，咱就知影圣神伫咱的内面不断的做工，不断的祝福，阿门。阿门。所以咱会当来到伫圣殿，就是上帝的祝福，阿门。阿门。来，这时啦，牧师邀请咱起立，咱来做伙要来敬拜，咱大声举起咱的双手，哈利路亚。咱第一件要做的代志，就是邀请圣神入伫咱的内面，目的是为着什么？互咱会当专一注目伫耶稣基督，所有其他世间的事，咱拢毋免去甲伊想，毋免看路，因为看路嘛无法度增加咱的岁数一刻，所以毋免看路，专心来敬拜上帝，阿门。阿门。咱即时来欢迎圣神，咱来讲，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的恩典是了满满伫阮众兄弟姊妹身上，阮要来敬拜，要来学了你，将阮的歌声，将阮的心思意念，阮全人、全心拢献予主。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上帝，互咱伫遮会当真做伊的百姓，是迄个有气力的百姓。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
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佮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佮我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上帝伊透过耶稣基督死佮活，就成就迄个大的快乐。甲智慧稳定伫咱的心上，阿门吗？阿门。所以咱要做伙来讲，天父稳定真正大，咱做伙来喊话来，天父稳定真正大。阿门。哈利路亚！伫过去一冬，上帝稳定带领咱；伫是迎接新正年头的时阵，上帝稳定永远无停止。阿门。阿门。咱做伙来用这条诗歌来敬拜阿乐咱的上帝。上帝，因为咱的主是达伫咱恶乐清爽的，阿门吗？阿门，阿门。愿咱的恶乐充满伫咱的每一日的中间，充满伫咱的圣殿，真多芳芳的祭，直到伫主的宝座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敬拜的歌声要传到大家角落。阿门。
利路亚，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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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路亚。哈利姊妹，咱举起咱双手，咱来呼求哈利路亚，敬拜我们咱的上帝。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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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对拜山地，地高山河，万众而乐，嘿好你，对地高楼，地高万里，咱的歌声大千里，咱的歌声大千里，咱的歌声大千里。哈利路亚！咱敬拜的歌声要传到大家角落，传到主的宝座前，特别伫咱的心中，真做咱的喜乐，真做咱的平安，也真做咱的愿望。哈利路亚！咱的主耶稣基督是咱生命的主宰，是咱生命的君王。伫这个时阵，伊就甲咱三个地地，伊要保守咱直到永远。咱做伙来吟。你坐伫宝座顶，哈利路亚，荣耀充满你家。
拜。心伫遮敬拜，无有一个人是边缘人，每一个拢是徛伫主面前，带着基督的快乐在敬拜耶稣基督。阿门吗？阿门。哈利路亚！这是咱要按着上帝予咱基督的权柄，咱要来为着咱后礼拜咱有街头的报道，这是咱的第三次，因为咱的街头报道，互最。而且行伫路边这些人，因就会当真简单来听到这个福音。啊，若无，因可能规世人拢无机会听到福音。咱勇敢踏出去，这过路的人来甲因讲，有一个耶稣，伊是你的主，伊会当救你的灵魂。阿门。这是不是真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咱伫后礼拜，咱要来街头的报道。咱徛伫遮的，拢是基督的勇士。咱若大开嘴，上帝就要成遮一切。阿门。紧来甲这个福音传互遮的，也阁唔捌听过福音的人。这就是耶稣爱咱做的，伫这个末世。所以每一个人，愿咱拢会当来传福音。咱为着后礼拜，咱的街头报道，大得到快乐来传扬这福音。咱举起咱的只手。咱举起咱的只手，来1、2、3，咱开始来祈祷。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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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为着阮后礼拜的街头报道，主啊，你的快乐伫阮的内面。主啊，感谢你，互阮的人来献上我，所以让上帝的福音来分，互人来听。主啊，是你看这上帝的背。大讲出来，我所谓的我感谢你，我尽全力我请人来礼拜主耶稣，主啊，是我照着安尼，我后礼拜的街头报道，手势对咱互阮。
主，你是阮的王，哈利路亚。咱用普话声，何赞那，何赞那，哈利路亚，何赞那，咱做伙来讲，何赞那，归伫主耶稣来，何赞那，归你主耶稣。阿门，阿门。请坐，请坐。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42到45节，咱做伙来共读，请。耶稣叫因来，甲因讲：恁知伫我万人的中间，遐个互人看做统治者的，做主甲因管辖，因的领袖甲因支配。不过，恁中间就毋应该安尼。恁中间爱做大的，就做恁的妻因；爱做第一个，就做众人的仆人。因为恁主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圣经读到这，愿上帝的话伫咱的心中，成做咱一生的帮助。只是要请本堂就牧师来敬祷，伊的题目是“尊贵甲卑微的属灵原则”。现在姊妹大家平安，早早哇，真欢喜，咱会当伫较寒的天气内面，有缘照时来。照时来，上帝必然是照时供应予咱，伫咱的生命内面一切所需要，拢对伊来，咱嘛相信上帝也要大大祝福伫咱的中间。这时阵，咱做伙举起咱的只手，咱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感谢主，咱永光教会是一个得到主听的教会因为咱掠条伫伊，咱嘛用伊的话语，甲伊的应允，不断来宣告，咱的生命，咱的教会，拢是归属伊的。阿门。伫生活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咱拢应该分别做成互伊。这就是咱基督徒应该有上介水的一个生活。我相信咱逐日拢在学习这个，也咱来到教会的时阵，咱有缘来有好的连接，伫兄弟姊妹中间有好的服侍，嘛要将这个来归荣耀互咱的上帝。这是基督徒咱生活伫世上。那第二，那像伫天灵这款应该有的态度，我相信上帝以爱，咱嘛会当活伫伊的祝福甲喜乐的中间。感谢主，今仔日咱要透过马可福音第10章42节到43节，这段经文其实伫咱前礼拜的这个读经的运动计划内面，咱拢有读过哦，吼，搁有伫昨昏咱的。当主任牧师我的论文的老师伊也用真好的这个准备甲咱做伙来学习做伙来对马可福音来研究来了解。我相信对咱来讲有一个真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咱感谢主咱这个圣经营大概咱可能会半年会有一届的这个老师拄好。会当找到讲员拢会当半年一届，半年一届，互咱每一届拢有一卷的圣经来了解。
吼，当然牧师嘛会准备，阮若会使，我嘛要来甲咱大家来分享，吼，互咱伫圣经内面，咱会当一贯一贯了解伊的背景，了解伊的作者的目的是甚物，了解对教会的影响是甚物，对当时代到现时代，咱拢会当透过即款的研究学习，互咱会当了解讲哦。原来圣经是伫遐个故写，总是有缘上帝透过圣经在对咱讲话。阿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有一款的学习。我相信这就是咱生命的影响，生命的一个咱讲迄款的肥料来帮助咱吼。特别当牧师伫昨最后伫讲到伫第5章、第6章的时阵。有讲到即个迄老的福音人，甲该罗的查某囝，吼，伊甲即两个耶稣的医治来看做是耶稣对犹太人以及对外邦人的一款的提醒。我感觉这好，互咱会当伫现在有缘来做提醒的一件代志。咱看即个迄老的福音人，伊是外邦人，对伊的生命的对伊的身躯来讲，伊的血一直在流失，就亲像伊的生命一直流失一般样。总是有掠条一个，伊听到耶稣的名，伊知影耶稣有权能，耶稣会当医治伊，伊就冒险来亲近耶稣。嘿，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件代志。所以咱嘛看见，然后该罗的查某囝已经死啊。总是耶稣奉伊的权柄，叫即个查某囝会当重新活起来。所以若是安尼，得甲咱讲，犹太人当时因拒绝耶稣，因无甲耶稣看做因所期待的比赛所以因拒绝即款的卑微的，即款互人厌恶的，即款无权柄的，伊毋知影迄个属天的权柄会当支配属地的权柄。对一般的人来讲，无法度去了解，总是对咱会当深深体会来知影，这就是咱要信耶稣一个上界重要的关键。咱毋是活伫地面上尔，上帝爱咱搁较清楚，有一个上帝国是为着咱备办的。迄个伫地面若像伫天面的祝福，毋是将来死了后才会当领受。就伫咱即马相信伊一开始，咱就活伫即个空间内面。若是安尼，咱就感谢主。是啊，伫属灵的空间是超越咱3度空间以上的，所以用属灵的权柄，上帝互咱的即个属灵上帝国的伦理来看待地上的伦理，一切的时阵，咱就知影咱应该安怎行，较会当领受真实的平安甲喜乐。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来体会。但最后嘛是在甲咱讲是咱是利巴来的，就是这个上帝大声竞选的这个百姓，利巴来的。若是照该路的查某囝讲是安那，是爱 CPR 的呢，对无？爱甲救活起来的呢，无就变做啥？无法度救啊！敌人来看哇，亲像是已经绝症无通救，总是伫主耶稣基督内面，互咱重新一条新个活的路，互咱来明白了解。既然安尼，咱有一款的领受，咱就感谢主，互咱更较看见，即个伫来利巴外的人更较需要即个救恩。所以感谢主，互咱上帝照着规则，伫咱的教会。行大的事，伊美妙的安排，拢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所以后礼拜咱就要街头报道，拄啊，互咱看见，是啊，咱对利巴来得到救恩，领受丰盛的恩典福音了，咱就爱将福音带出去利巴外，因为有真侪人伫遐伫等待拯救所以感谢主当然咱今年阁有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咱的 S401读经的计划，咱2年要读完一届的圣经牧师每一日拢真努力地完成。早起虽然足无用我嘛是紧搁较完成甲起来，起来了
看看，迄搭遐需要整理的，我甲咱头讲，我毋捌去扫过便所，会知我去扫便所。感觉讲是啊，看着惊人咱家己处理一下，互咱兄弟姊妹来感觉真舒服，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服侍吼。感谢主，咱日会当活伫上帝的话语内面，做真好的提醒。这款的生活你要无？阿门。这是你我拢会当享受的哦。吼，固定一个时间甚至固定一本圣经照咱会读圣经的进度来，甲你的感动就伫迄个圣经内面来描写一个迄个感动。这本的圣经就成做你活的圣经。阿门。是活的哦，毋是死的哦，是活的圣经。这是真享受的一件代志吼。感谢主。好，今仔日咱就是透过马可福音第10章这段经文，咱要做伙来思考一件代志。咱看第10章开始的时阵，有记载讲这个耶稣的门徒张牧师嘛有甲因讲对无？因伫迄搭遐，爱先爱先超前部署，对，明明知影耶稣会做王，所以因着爱超前部署，着分配官位，分配位置，你坐对，我坐对，安尼大家伫遐相争，对无？这伫耶稣的时代安尼伫即摆时代嘛是感觉毋是？选举未了，就拢伫排对无？排好势，毋是台湾尔，美国嘛是对无？即摆嘛是排甲真好势，敢毋是真侪人拢真好奇，即个位要送济，当然啦，就是遐有功劳的嘛。伫过去，伫即个选举的过程，遮有功劳的大出力的，遮将来拢论功奖赏。哇！耶稣时代安尼，到即摆2000年了后，2000年了后的时代嘛是安尼。所以耶稣所经历的、所讲的故事，是毋是有缘？对今仔日来讲，有一个真好的提醒，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历史就是安尼，一直在转。咱看，当这门徒因伫遐在生到安尼，大家脾气拢无好起来，对无？后来马可福音就记载讲，伊的门徒两个叫做雅各甲约翰的。因家己来到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要甲耶稣问题以前佮设一个网络，设一个标准答案互伊呢，互耶稣呢。因甲耶稣问啥？讲主若阮所求的，你拢会甲阮成对无？耶稣敢会讲毋对，对无？主那阮所求的，你有讲你拢会甲我成，对无后来较讲即个因所爱的，讲无论阮求啥物，你拢会当甲阮做，咱会当甲阮成，哇！总是真特别咯。伫马太福音内面，毋是雅各甲约翰因来到耶稣的面前真特别咯。伫马太福音内面是记载，即两个学生的老母叫做撒罗米。伊来到耶稣的面前，甲耶稣讲：愿你我知影你是有权柄的，你将来做王的愿你做王的时阵愿你互我即两个囡仔会当伫你的国内面，会当做C位，坐C位的左右边就是做上界重要中央的位置的正边甲倒边安尼。咱就想讲奇怪，到底是马可福音记载较实，还是马太福音记载较实？到底是即个老母来求耶稣，还是学生直接求耶稣？我来看，我会感觉讲是学生直接求。当然你会当讲即个老母拢嘛安尼望囝会当成人对无咱讲望子成龙嘛是所以应该是无问题啦。总是马可，咱看见马可伊所描写的是亲像甲耶稣即近我，来了解整个耶稣的举止行动。伊伫最后耶稣的迄段时间所有的讲话甲行达，伊写了上界清楚。所以
咱就会当来看见。检察马太伊的作者会感觉讲这吼做文图的吼，伫这时阵做这个会计，后边因若做真正做数图的时阵，即款记录歹记录，甲伊糊掉，对无吼？毋过马可却互咱看见一个事实，就是伊甲真正的实情来写出来时阵，通互咱真做平凡的基督徒，佮会当来体会呢，讲咱看12使徒，因毋是圣人啊，对无？因有缘有因软弱的所在，因有缘佮限制伫因即个流传的弥赛亚的观念内面。这是理所当然，因为因本来就是生活伫即个文化中间啊。因所期待的迄个弥赛亚是政治上是有权威的，好啊。所以因期待将来基督做耶稣做基督做王的时阵，因会当来辅助。这嘛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期待，敢毋是？毋过咱会当对安尼，嘛会当互咱来体会了解，讲到底耶稣佫过来，伫论说的地面上的权柄，甲上帝国的权柄，到底分别伫哪落？会当透过安尼，互咱佫来深深了解哦。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体会，佫较去了解，讲是其实伫基督徒的生活内面。咱在讲做见证的时阵，无安那伤过夸口嘛，做见证，咱就是将咱的经历好好来证明出来，从你心内领受，这是上帝的作为，真忠实来讲出来，来见证出来，这就是见证，毋是在替上帝做互伊，互上帝做的代志，佫较大项，互感觉讲恁的神足厉害，毋是。咱是对心内面真诚实来讲，我经历的是安尼，我领受的是安尼。若是你见证了，对方要安怎接受，迄是对方的代志咯，迄是伊甲上帝的关系咯。所以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咱拢是平凡的人，伫上帝的眼中，咱拢是极其平凡的。总是当咱愿意真踏实来面对咱的生活，来咱的信仰的时阵，我相信。咱所经历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阿门。所以咱甲隔壁讲，我是平凡的人，我需要耶稣来。阿门。是，咱拢是一个平凡的人。咱毋是圣人，毋是，咱拢会当做卑微的工过，嘛会当受尊来服侍上帝，服侍正人。这咱拢会当做的，这是上帝。爱咱来了解，所以咱看见为什么这两个兄弟伊竟然是安尼公开要来抢这两个位？这值得互咱来了解。然后咱就看见耶稣了解，看见这学生在为着因将来要坐得一位，啥项要做行政院长、立法院长，这个秘书长伫遐在超位置啊，伊就叫因来。对因讲，恁知影外邦人有尊贵的做君王的来治理管伊，有大神来掌管来管束伊。耶稣真清楚，这个地面上的关系甲地位是怎样的形式。耶稣真清楚，伊嘛知影，伊这学生真了解真了解所以兄弟姊妹，事实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伫国家的制度内面，咱拢真清楚了解，这受人民一票一票来投出来，咱称因做人民的公仆啊，对无？因嘛称做因是来服务大家我互选出来是服务大家较接时阵是伫服务，什么时阵伫服务？选举前啦选举前做拍拼服务拢来甲咱拜托。选举后是啥拜托啥？迄就完全无共款啦，对无？选举后是咱爱拜托伊，咱爱想办法拜托伊，伊爱排时间，可能伊爱敲算这个甲伊的选票有关系无？伊的逐算盘逐了，可能你排伫上后壁，较有时间，较会处理着你的你着慢慢啊等，若是关系好的，马上办。这就是一般，咱毋是讲伊偏心啥无，这一般就是拢是安尼在做。
人嘛感觉讲这就是亲像理所当然的一件代志。所以咱就讲换一个位置就换一个头壳对无？吼，咱嘛感觉讲大家拢是安尼，所以亲像真正常的。就是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去体会了解哦。圣经安怎甲咱讲？讲伫顶面有权柄的，人人着顺服伊，因为无有权柄，毋是出自上帝。既若有掌权的，拢是上帝所命令予伊的。所以那是安尼，是咱为什么会愿意顺服权柄？是因为咱确信所有的权柄是对上帝来。咱若是伫即个权柄之下，咱愿意顺服 ，OK。总是更较会当互咱看见的，上帝赏赐的这有权柄的人，有地位的人，因着爱清楚了解，因是出自上帝的恩赐哦。好，是出自上帝恩赐予伊哦。若是安尼，即个权柄是对上帝来，必然有上帝更较悬的使命。伫遮个人会顶面，甲毋是？好，有权柄有资源，应该就是爱做更较侪服务利益众人的事。吼，这是咱所谓的政治，就是众人的事嘛。政治人物就是应该做利益众人的事。兄弟姊妹，这是咱一般所了解的。总是咱嘛会当用安尼来了解，来为着遮个为情的人来祈祷，上帝啊，你怜悯帮助因，互因的心拢是为着众人的事，为着众人的事来度无，拢是为着众人的利益，为着国家真正的利益来度无，毋是为着私欲，毋是为着家己背后的财团，毋是为着家己这交结这个需要，这个人的需要来奉抢家己来。行使迄个不法的权柄，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伫即个社会内面，咱会当看见，真做基督徒的咱求上帝帮助，咱会当了解，有权有势，一定有使命。阿们。总是迄个使命是要达到家己的私欲，要达到家己的期待，还是为着众人的事，甚至是为着上帝。互伊的权柄会这位上帝，伊应该行使上帝天的法度，确是上帝所欢喜的。兄弟姊妹，这确实真正是利益众人的。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深深体会来了解嘛帮助咱。咱看透过这段经文，耶稣真清楚要互咱了解，讲俗世甲上帝国的标准，上伫地面上。人有尊贵甲卑微啦，人嘛有分大甲小，有悬甲低，拢有。伫上帝国内面有无？嘛是有啦，嘛是有哦。拢有遮个有尊贵的，有卑微的，有大有小，有迄个悬甲低有嘛？因为耶稣讲的比喻内面就有啊，有无？迄主人互有的5000。有的3000，有的2000，对无？有无？有分别无？是有分别咯。有这个分别，总是求上帝，互咱清楚了解世上的这个尊贵甲卑微，甲上帝国的尊贵甲卑微，迄个观念是完全会当讲是差不多是倒变的，是倒变的哦。安怎讲呢？圣经耶稣就安尼讲。只是伫恁中间，毋是安尼哦。恁中间自罪要做大，就要做你的妻用；恁中间自罪要做头，就要做正人的奴仆。兄弟姊妹，这是完全倒变的啊！当然，咱的社会、咱的政治人物拢会讲伊就是公仆啊，迄是挂伫嘴面的公仆啊。总是伫上帝国内面，却是安那行使。实在的这个工作伫即个中间哦，所以若要安尼讲，就是上帝国的伦理内面，毋是根据你坐伫什么位置啦，伊根据的是讲你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服侍、来服务人，你为着偌济人来服务，
毋是你互偌济人服务，这是完全倒变嘅代志。好，这是上帝国的观念哦。迄个上帝看伊最尊贵的，是伊为着偌济人在服务，毋是伊坐伫遐等偌济人来甲服务，这是完全无共款。所以即款的态度，咱看头家就好。头家伊若认定讲啊，你看我伫我的手中啊，100间、200间的家庭，拢是我伫甲因饲的，对无？啊，我的公司。啊，我的工厂若倒啊，这100间、200间的厝人的人要安怎？这是安那？这是地面上的观念。那就是上帝国的观念来讲，感谢主，上帝帮助我会当为着这100个、200个的家庭来服务，互因啊，因为做伙努力，因为因的付出啊，会当得到应该的这的金钱物资来过生活。这态度就无共款，对无？若是头啊，迄个看到伊的主管，看到伊的下面的人，伊是安那？目睭伸伫底，头壳顶，对无？嘿，啊，若是搁下面即个，伊知影讲是遮个人啊，我会当提供因，是因为因尽力伫服侍，好，我要来好好来服务因。迄款的态度就完全无共款，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体会甲了解，伫上帝的眼光咱看，摩西，上帝使用伊的时阵，毋是伊安那当有气力少年的时阵，毋是讲伊武功高强的时阵，有无？吼，伊伫埃及哇，安尼40年啊，无论律法武功拢练甲真招逼啊！迄个时阵，伊要靠家己的气力来救以色列人，总是安那。最后逃险去到一旷野，用40年，甲羊仔生活，敢若会晓羊仔妹妹安尼尔。上帝这时阵就拣选伊。圣经安怎讲？伊是也牧羊乖仔的牧羊人，总是上帝看伊做宝贝，上帝拣选伊，诚做民族的英雄，嘛诚做。历代基督徒也是教会对死亡经历旷野到伫国活的过程内面啊，一个上介好的典范。上帝拣选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无论是60人、200万人，这拢是世界上上介困难的事。佮历经伫旷野遮尔久，40年久，咱看上帝使用伊，就是因为伊顺服。伊认捌这位上帝了，伊就完全顺服咧。啊，咱看法老，生做当时埃及王，是当时上界强大的一个国家。总是伊背逆上帝，伊毋顺坦上帝呢。上帝透过刑罚灾害，互伊知影，伊对敌的是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总是安那。伊为着家己的私欲，伊无管这百姓的苦难啊，对无？靠管百姓的苦难，因的苦难，最后伊的囝死了，伊较感觉讲哇，这个上帝是亲像威胁着伊的性命。伊较醒起来，总是敢有真正完全醒起来，嘛无呢？最后上帝刑罚伊，互伊死伫红海的中间。所以兄弟姊妹，咱看见。伫人看尊贵的，伫上帝看可能是卑微的；伫人看卑微的，伫上帝来看是尊贵的。兄弟姊妹，这就是伫咱的俗世甲俗天的这个伦理内面极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上帝是用人的态度来决定你的尊贵。阿们。你甲隔壁讲，上帝用你的态度决定你的尊贵来。阿们，咱拢是一款甘心乐意来敬拜上帝的人。我相信上帝爱你敬拜的态度，我相信上帝感纳你敬拜的态度，就是你可能只是奉献10块、50块、100块，总是上帝看重的是你的态度。
伊看重你，伊也要祝福伫你。阿们。所以感谢主，互咱有一款的体会甲了解。所以咱看见伫14节内面，耶稣将家己来成做一个典范、模范，互大家来了解哦。伊讲，因为人子来，毋是要受人的采用，咱是要互人，咱是要服务人，而且要舍命放杀死嘛，做侪人的赎价。阿们。是哇，伫描写耶稣家己伫描写即个过程，可能当时的学生是听无的，吼，总是后来咱会当看，保罗就真清楚，甲耶稣对卑微到尊贵即个过程，就写了真清楚哦。伊讲，伊本有上帝的形象，却掠家己无甲上帝是同等的，反正摒空家己，取奴仆的形象，成做人的样式。既然有人的样式，就家己谦卑，专心顺服到伫死，佮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上帝将伊高升，佮赏赐伊超过万民万名之顶的名。阿们。是哇，最后讲上帝也甲所有的权柄，地上顶天顶地下的权柄，拢交伫伊的手中呢。兄弟姊妹，这就是耶稣互咱上介好的一个典范，的一个学习。所以我感谢上帝，伫咱永光教会，你知影吗？我相信你常常会去感受到咱永光教会的即个咱的4楼的办公室，哇，牧师真欢喜，就是咱这个同工，因真正是专心服侍上帝，因真正是用热诚来服务人，因真正是把即个工作看做是神圣，为着基督来做，毋是为着人来做。所以因用真侪的时间、心思来帮助牧师，帮助咱小会，伫逐样的顶面，拢会当尽量努力来完成，做甲完骨。哇，这就是咱看见伫咱的办公室内面，上帝拣选的，互因知影。即款的服侍的尊贵伫倒落，可能因所做的代志，可能是一寡是卑微的哦，一寡伫可能人无啥爱做的，总是因甘心乐意。为什么？这就是因为因知影呼召的是上帝，赏赐的嘛是对上帝来。所以咱感谢主互咱的教会伫上帝的厅内面兄弟姊妹会同心合意，就亲像昨咱130几个人伫遮对头到尾专心来听马可福音，对马可福音会更较深的了解。兄弟姊妹，即款较无的心，上帝一定上欢喜嘛。上帝上欢喜的就是咱知影伊的话语，听有伊的话语，敢毋是？哇！咱要顺服伊，咱就爱听有伊的话语，较法度顺服啊。若是安尼，咱就求上帝继续引带咱。互咱真深深了解，耶稣甲咱讲，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跟对我。我伫倒落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要尊重伊。阿们。哇！既然天父会尊重咱所做的这卑微的工作，就表示讲，伊疼惜咱，伊也愿意将百般的福气、平安甲喜乐赏赐伫咱。阿们。所以这就是咱所深信的。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勇敢讲，咱的热情甲合一是咱永光教会的 DNA 啦。阿们。热情甲合一是永光的 DNA。咱做来讲一届来，热情甲合一是永光的 DNA。阿们。是，这就是互咱会当来了解。所以咱看马可福音真特别这圣经学家研究讲马可福音甲耶稣描写甲，就是上帝的奴仆，伊是一个奴仆呢。所以圣经内面伫马可福音的记载拢足紧，快速，真紧安怎？耶稣就真紧处理迄个，真紧处理迄个。哇，伊足无用的呢，伊对头早甲暗时圣经记载无论伫倒落，伫山顶、伫海边、伫路里，哇，伊拢足无用的，无用刺插。奴仆就会安尼嘛，对无？若头家咧，
头家就伫遐翘骹练喙手用用嘛，无代志对无？啉一杯咖啡的嘛吼。马可福音所描写的耶稣，伊就是萝卜哦，伊连食饭的时间啊都无呢。所以伫马可第3章21节伊的亲戚拢讲哦，耶稣啊，你嘛较拜托的，咱即摆话语叫做工作狂，耶稣是工作狂，哇，你真正是你是安怎做这代志疯癫去啊，戆去啊，哇安尼遐人哋，逐项代志拢要做甲到，逐项需要大家你拢要甲满足，这就是伫马可福音内面真特别的一个描写，咱的耶稣伫伊的特质内面，互咱感受到讲，对啊，咱嘛愿意学习伊来做一个认真服侍的一个工人。阿门。对，咱的认真，咱的用心，拢会当真做别人的祝福。那安尼，咱意爱来做咯，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事实，咱伫永光教会有看到一群为着福音伝讲的一个福音使者呢。阿门。所以感谢主哦。真侪教会拢会问牧师讲：恁永光教会是安那会当兄弟姊妹遐合一？大家遐热情为什么会当安尼？哇！我讲是啊，因为因有看见福音的价值啦，就是安尼尔，足简单。因为知影即个福音对因、对家庭、对社会是一个祝福，所以因愿意付出足侪时间。我讲，恁的会友也是同工啊、中级啊，一礼拜有来3工的无？来教会3工的，伊讲较有可能，大家嘛做无用，对无？我讲毋过阮的拢是安尼呢。平均来3工呢。伊讲恁拢免食头路，拢免做工哦，拢免煮饭哦，拢免厝里，拢免迄个生活。我讲拢有呢，而且佫过了真好势哦。兄弟姊妹，对啊。伫咱为着主着无迄时阵，主也服侍咱敢毋是？天父也尊重咱，一定将咱所需要的嘛会煞互咱，因为咱是求伊的国甲伊的义的人，阿门。所以这个上帝一定煞互咱。咱可能伫即个社会工作，无比人用较侪时间，毋过有加倍加成的祝福，伫咱手所做的工，这是咱所深信的。因为咱拨真侪时间来服侍至尊的上帝，阿门。福气对伊来，当然伊一定疼惜这个服侍伊、服务正人的人。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所以感谢主。咱后礼拜哦，咱嘛阁要开始，阁一届要街头报道，所以兄姊妹，请咱来甲咱的小组长，还是甲教会者报名，因为咱需要备办这物件甲下昼的点心后礼拜是好会，总是咱的好会，就像旧年安尼，真紧就会当互咱来了解，因为咱每一礼拜的周报拢已经有登录咱所有这个工作，咱就袂当搁印这个册，即嘛袂当印啦。迄个拢各自的问题，所以后礼拜咱好会了，咱做伙来去街头报道。后礼拜请咱穿好较水的好无？你甲隔壁讲后礼拜爱穿较水的。因为要过年啊嘛，对无？咱大成过年穿好水水。来去甲人祝福，安尼赞无？赞吼！这表示咱的态度，表示咱看重这个福音的赞哦。所以后礼拜，咱做伙礼拜中间咱就出去传福音40分钟，佮倒转来，大家佮分享，佮来做见证。这是上帝互咱永光教会伫这个世代上介好的一个实际的传福音的策略哦。你甲隔壁讲，咱做伙来去街头传福音来。阿门。因为安那，对啦，毋免啦，96岁毋免啦，96岁伫遮祈祷就好，96岁留伫遮祈祷就好。你会记住，伫路边有人在等你救伊一下哦。伫路边有人在等你甲救一下。若是安尼，即个使命需要出去无？
要过年啊，伫路边有人需要咱去甲救一下，互伊今年好过年，互伊今年有愿望。这是你我诚做福音的使者，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真简单。两个人出去壮胆，咱来做传福音，就是遐简单。总是这是救人的工作，愿上帝帮助咱，会记住后礼拜，咱做伙来，请咱会记爱报名，互咱的同工在准备，拢会当真好势，阿门！你有领受无？阿门！有够信心传福音无？阿门！是，哇，这是咱拢会当做伙做。咱行出去就是见证啊啦，对无？行出去就是见证啊。可能你敢若讲两句，伊就走底你啊，袂要紧，你已经开喙啊，伊若伫需要的时阵，伊阁想着讲，有人甲我讲上帝听我无？哟，这上帝是啥物上帝？有人阁甲我问讲，我若后一时刻，若离开这个世间，我有把握会当入去天堂无？哟，我阁毋捌想过咧，无来教会问看觅咧，对无？伊若有需要的时阵，圣神感动伊就家己会倒转来。阿门。所以团是咱的责任，伊有得救无？是咱的天父决定。阿门。咱做伙来努力哦。来，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来，因为人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搁一解来，因为人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阿门。是，咱来宣读好无？咱来宣读哦。我宣告哦，人主来伊是要找用人哦，毋是要我宣告，伊奉献性命就是要赎回我，对无？好，来，咱家己来宣告来。我宣告，人主教是要找用人，毋是要互人找用。我嘛要互人找用。我宣告，伊献的性命要赎回我。阿门，阿门。是，咱逐日伫牧师的金句，互咱就是安尼，爱甲转哦。转过你，你甲即句话的一个关系，安尼咱就是甲真理化为家己的性命的养分来帮助咱哦。好，来，这时阵咱做来用这条诗歌回应上帝的话语。手慢请起立。同心合意，齐声敬拜，领受基督圣洁的爱，阮上甲阮信心基地，感谢圣神，世界同在，同心合意，齐声敬拜。领受基督圣洁的爱，阮上甲阮信心的天，感谢圣神，世界同在。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心真意。我真爱传扬福音，见证你稳定无离，同心合意，齐声敬拜，领受基督圣洁的爱，阮上甲阮信心的天。感谢圣神，世界同在。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
心真意，我真爱传扬福音，见证你稳定无离，荣耀归地上帝，功劳拢予你。一路老风家己，好彩真正水，荣耀归地上帝，功劳拢予你。一路老风家己，好彩真正水，我愿意奉献家己，荣耀你真心真意，我真爱传扬福音，见你稳定无离。我真爱传扬福音，见证你稳定无离。祝愿来到你时运的做证，领受百般的福气，因为你疼惜我，你无看阮的罪过就气杀阮，反正用基督的宝血来洗清一切的污秽。互阮正水圣洁的通受quyền你，但阮今仔日将阮的心全然用诗歌、用敬拜，完全正做祭，互你欢喜。也求你帮助阮，互阮明白，阮领受这个救恩，就有对你来得到的权柄，就是将福音会当遍传伫阮所去徛起的所在。愿上帝你帮助阮。互阮永光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对囡仔到年长，对牧师中级到伫咱一切的信徒，阮每一个人拢掠福音做开口，也掠参与街头报道做第一要紧，因为这是你互阮的使命。多谢你，阮尽力守诫命，行使使命，你就要加添祝福伫阮的顶面。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阮做钱，欠你领受我命转还，心心感恩，家己开来，好甲存心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耶稣拢属你，阮上甲阮的上甲你，会众请起立。最是你无你。是阮做钱，
众请坐，请周牧师来事工分享。1、2 ，OK。好，来，请咱来关心咱教会讲的推动，有吗？好，咱感谢主吼，咱今仔日的导读的经文吼，咱用中文做伙来读好无？好，来，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创世纪第5章24节哈，第5章今仔读到第6章啦哈。来，再一个来，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创世纪5章24节。好，搁过来这礼拜的进度就今仔开始，今仔第4章、第5章哈开始哦，到17章，这是咱这礼拜的这个读册的这个特殊啦的进度。咱若迄个读经的计划若无的，咱后壁可以当来克着吼。好，咱感谢主，咱昨昏咱拢总有127人来参加昨昏的这个圣经营马可福音书吼，多谢。后礼拜咱和会。甲即个街头报道的主日所以咱请即个伫拜三进前，请小组长甲报名的人数会当，互咱的干事者吼请咱来甲咱的小组长，是直接甲咱的办公室者吼报名吼，咱要参加咱会准备点心吼。好，信用奖励金咱有增加一个读经的笔记奖。这是因为配合咱今年这个2年读圣经1摆的这个运动，那么期待咱这学生会当对来读这对因来讲是足大一个祝福吼。所以增加这个就是帮助咱的学生伫信仰的基础会当更较水的建立吼。你看因2年读一届圣经，因即马12岁好12岁是国小6年对无？2年。因若到50岁时阵，安尼读几届啊？对无？我有赞无？哇，真好哦！好，感谢主吼。来，好这个信用的培育奖励金咱申请是到后礼拜的中午来截止吼，请咱这学生来注意吼。好，咱3月开始这个。培育学校的课程要来开始，所以咱嘛还未完成的，还是讲你有搁感动，搁有要倒转来搁听，我相信上帝有搁较加倍的恩典伫这顶面吼，你会当来报名咱报名到2月初2进前，咱的早鸟价是800块吼。好3月初8、初9，咱就开始生命更新营连续的营会甲课程就来进行吼。2月初9，咱的圣礼典欢迎咱这新的朋友，未洗礼的，也是讲来到伫咱永光教会未转职的，拢欢迎来办理会当有一款的领袖吼。伫2月初5拜三暗8点，咱有要真理加认捌永光教会的课程，咱一定爱来参加吼。今仔日咱要召开小会，所以伫第2堂礼拜煞了，请咱小会员伫4院的教室要来审核咱的会员和会的手册的内容。今仔日礼拜煞有缘要来举办这个礼拜服侍人员的训练会，伫点半了后咱来到伫礼拜堂才来集合来参加。今仔日嘛有财务的训练所以望财务的训练人员人员吼，区长出入财务部员咱有准备会到顿伫12点40，咱伫副堂要来举行这个训练会。好，新春的礼拜吼，咱春节迄天
新春青社礼拜是1月29下早起9点开始哦，吼。初五是礼拜日，是2月初2，咱是9点，咱调整做一长的礼拜。望兄弟姊妹有缘伫新春的时阵，把时间参与伫礼拜。即使你若是等于到伫家乡的故乡的，请你有缘无法度赶转来，你有缘会当等于你的故乡的教会，找一间教会参加礼拜吼，这是一个祝福。好，咱亲子的家长园地，因即马有月主题毋茫期待遮个家长会当有缘会当接受遮个装备会当分享互因伫即个亲子的关系甲信仰的关系有一个真好的一个结连吼。所以咱为着即件代志，咱嘛伫祈祷内面来求上帝帮助因。好来咱的社区的幸福乐龄营伫每一拜一下早起拢有请咱也会当来邀请咱的社区遮年长者来参加吼。撼动星球，这是咱的青少年今年7月到初3到7月初5的特会望咱会当为着即件代志来祈祷吼，多谢大家。好，咱恭喜咱教会潘顺美牧师当选台北中会第74届的中会的书记，嘛恭喜咱的国宾长老来当选中会的过继，为着中会来服劳，咱为着因的服侍，甲因的出入的平安来祈祷吼。咱嘛感谢主伫咱的荷兰咱的姊妹就是金玉师母甲第位牧师伫1月17有得到查甫婴吼，叫做圣恩哇，圣恩吼，有够国水的吼，哇感谢主嘛求上帝保守互因的母囝的身躯真紧恢复健康吼。好来，咱有需要为着这个健康代祷的，就是秀丽姐的婆婆吼，曾凤娇甲明慧的老爸吕金耀，咱继续为着这两位来祈祷求上帝的灵伫因的顶面，嘛互因会当呼求主的名，身躯来得到开挖得到医治吼。好，咱相关的教会这网站咱拢会当去哩哦，扫 QR code 咱拢会当去看吼，嘛会当报互人知影。这些这时阵请咱起立伫即个礼拜刷了这是后礼拜吼，后礼拜咱的这街头报道的这个报道卡，咱伫后壁你若无会当来刻吼，会当刻等于甲念无熟吼。后礼拜咱要报道的时阵咱就会当方便吼，会当刻哩就方便吼。咱后壁拢有准备哦吼，咱会当来刻吼。多谢，咱来吟这首诗歌，必出来祝福。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心，愿诚心来祝满你，愿望热烈烈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能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伊乐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福气。现在有缘听的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百般的恩典，借着伊的圣神的感动，互咱去百般的领受。佮愿圣神引带咱每一日的脚步，伫基督的救恩内面，咱诚做被赎回的囝儿，也将这个福音报互厝里的人，甲四周围的人，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感谢主，咱今日敬拜暂时到这，请坐，愿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直播，再见喽，平安喽。全是假答案。